而家我哋位處身處於咧就係西半山最高嘅街道寶山道，而呢度咧就係全新嘅超級豪宅寶豐。啱啱咧就成交咗個頂層一個好震撼嘅成交，超過4.2個億。咁咧今日我哋嚟到咧下面一個大平層，超過3700尺，而且咧有一個咧發展商全新裝修嘅示範單位。成個寶豐咧都採用咗一個英倫風嘅外觀。呢個大廈咧只有16個單位，而且咧每一個單位咧都係一梯一伙，更顯尊貴。喺電梯出嚟咧就係自己嘅私家電梯大堂，係一個超級豪宅嘅標配。經過呢個咁氣派嘅雙開門之後咧，就係嚟到客飯廳啦。首先入到嚟呢個空間咧，足足有一個700尺空間，但係呢度咧只不過係一個飯廳嘅位置啫。可以見到咧，中間咧擺放咗個10人台嘅飯台，側邊咧都擺有啲家私啦、一啲裝飾啦。但係咧，成個飯廳咧仲係好有空間感，好多空位。咁咧飯廳側邊咧就連接住一個巨型嘅露台。咁呢個露台咧喺香港咧都係非常少有，因為淨係露台嘅空間咧都超過240尺。喺度望出去咧，就可以望到遠處嘅海景同埋山景。雖然咧呢個景觀唔會話十分好靚、好爆海咁，但係呢度咧勝在咧有一個住別墅嘅感覺。飯廳側邊咧連接住就係一個超過500尺空間嘅客廳位置，成個單位嘅裝修咧採用咗個高貴但係咧又比較現代柔和嘅感覺。三面個採光玻璃除咗咧可以咧增加呢個採光度之外咧，仲可以咧將側邊嘅樹景咧同呢個單位咧融為一體。入到嚟廚房嘅空間咧，可以見到咧，除咗間隔視正之外咧，而且空間咧非常巨型。中間有一個中島嘅廚房，同埋咧有一個早餐區。成個單位嘅廚房咧嘅電器咧，發展商為你配備咗一啲米芝蓮嘅餐廳先用到嘅頂級爐具，雙門嘅大雪櫃啦、紅酒櫃啦，同埋蒸焗爐一應俱全。成個單位3700幾尺，4房4套嘅設計咧非常罕有。喺門口後面咧，第一間房咧已經為你配備咗咧一啲入牆嘅衣櫃。入到嚟咧，睡房嘅空間，三邊落床係基本，而且咧側邊咧仲有空間咧擺書台啊嘅位置。再嚟到咧就係第二間套房啦，呢間套房咧個景觀同埋感覺就唔係好一樣。呢度咧望翻住咧出面嘅樹景啦，好似頭先我啱啱所講，有種咧住別墅嘅感覺。而且咧，如果你話咧要喺港島咧揾大平層，可能好多選擇，但係咧要超過3000幾尺一個全新裝修示範單位嘅話咧，我諗咧呢間咧就冇乜對手啦。經過另外一邊走廊咧，就係另外2個房嘅空間啦。家人與家人之間咧都可以保持一個私隱度。第三間套房咧個空間咧更加大，可以見到咧發展商咧喺門口側邊咧做咗2排衣櫃啦，增加儲物嘅空間。中間除咗三邊落床之外咧，側邊咧仲有好多空間啦，可以擺個書台同埋一個偏廳嘅位置。
最後我哋嚟到主人房啦，入到嚟主人房咧，首先係一個衣帽間嘅位置。呢個衣帽間咧係我見過咁多超級豪宅之中咧數一數二最誇張嘅，因為咧呢度咧男女主人咧各一邊嘅衣帽間嘅儲存空間咧都係非常多，中間咧仲有一個首飾櫃咧可以擺放你嘅名錶啦同埋名貴嘅珠寶。入到嚟咧就係呢個主人房嘅空間啦。咁由於咧呢間主人房本身都擁有一個超級誇張嘅衣帽間，咁裡面咧睡房嘅位置咧其實都唔使放好多嘢㗎啦。咁側邊咧除咗可以做一啲小偏廳之外咧，或者可以做一個小酒吧。呢度咧有個落地玻璃咧，更靠近外面嘅山景。呢度咧私隱度極高，而且咧每朝起身咧望到前面一片嘅綠色嘅景觀咧，而俾人感覺咧都係非常舒服。到嚟咧就係主人房嘅浴室位置啦，可以見到咧都係一個酒店式嘅設計，配備呢啲白色嘅大理石啦，更顯呢個空間感。乾濕分離，而且咧呢度咧配備咗男女主人各一個嘅洗手盤，非常豪華。如果有興趣睇樓或者攞多啲資料嘅朋友，歡迎聯絡片中嘅電話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次再見。